大乡亲啊，过来这件嘛是惊险万分，敢若差1秒，恐惊就无命。这是发生伫台中的南屯，一个男子经过一栋大楼，结果熊一大片的玻璃窗全摔落来，就摔伫这个男子的边啊，都敢若差1秒尔，就摔到伊的头壳咯。加在所讲啊有保庇，差1秒逃过一劫。穿乌衫的查甫人头咧咧过大路，哪咧找物件，后1秒一片玻璃窗啊落伫伊的身躯边啊，伊惊一条，敢若差1秒尔，就会被卡着。这袂输是电影《绝命终结站》的剧情，真实出现伫日常生活中。所以你们出来看的时候，现场就已经掉在地上。地点发生伫南屯一栋大楼的外口，当时敢若是为6楼落落来规片玻璃害了，玻璃皮阁喷到对面的大楼外口。我无伫安内西看到了，我讲几十个咧走玻璃啊。大楼的管理员讲，这个住户当时想要拍开窗门，想要到这窗门，就咧落落去。这个住户出来看的时，嘛无看到这个查甫人，这个查甫人嘛不是大楼的住户。庆幸的是，人车都没有去碰到。然后我们也做迅速的处理，掉玻璃那一户也是迅速下来。大楼的管理员强调讲，第一时间住户有找人落来倒3工，1楼的超市店员冇到位现场，经过人甲车拢无受伤，是讲伫路底行，险啊好位天顶落来窗门卡着头，这真正互人看到会老庆观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